當領導帶你出差或者出去做嘢嘅時候咧，其實車廂嘅禮儀咧係非常之重要㗎。如果你淨係出去睇風景啦，或者瞓晏覺咧，咁你咧可能會錯失晉升嘅機會啦。即使咧車程只有半個鐘，但係咧都係展現你有職場禮儀嘅好時候嚟㗎。即使你早到咗，都唔應該自己上車先㗎，一定要等領導到咗，然之後咧請領導上咗車先。有自己上咗車咧係大忌嚟㗎，早錯咗5秒鐘啊，分分鐘啊連上升職嘅機會都冇埋啊！上車嘅時候咧，領導咧一定係第一個上車嘅；落車嘅時候咧，領導咧都係第一個落車，唔會係你落先㗎。如果嗰日領導又係揸車嘅話咧，咁你就應該坐喺領導嘅隔離啦，就唔會坐喺領導嘅後邊㗎喎。如果唔係，你就當咗領導係司機㗎啦。相反，如果嗰日係有司機嘅話咧，其實你又唔一定要坐司機嘅隔離㗎喎。你可以睇下咧嗰日你嘅重要性啦。因為以人車嚟講咧，其實最尊貴嘅位咧就係喺右側。咁相反啦，如果係7人車嚟講咧，最尊貴嘅位咧就係右中喎。咁要注意返喎，因為國內咧係左軚嘅，所以咧最尊貴嘅位咧就喺右側。相反啦，有啲國家咧，如果佢係右邊係駕駛位嘅話咧，咁最尊貴嘅位喺邊度啊？就喺左側啦。所以咧座位咧其實唔係分男女嘅喎，係分喺職場上面咧嘅職位級別嚟到去分配嘅。到達目的地啦，如果領導咧心急進一步落咗車嘅時候咧，咁咧你就唔需要咧跑過去同佢開門咯，反而咧你應該行返去領導嘅身邊或者後邊，繼續聽佢嘅溝通，咁就可以拉近距離啦。職場禮儀咧其實唔係淨係發生喺辦公室入邊㗎，交通工具啦、私家車啦，經常都會發生㗎，一定要注意啊！